對於我嚟講，人生嘅意外可能就係由細到大都陪伴住我嘅指定老 best。我啲 friend 個個都叫我做蝦妹，而呢一個名嘅由來絕對係有血有淚。由我細個識行識走開始，我嘅人生就好似設定咗做每日一烏龍嘅模式，細至會用錯條毛膏做染眉膏，出門口突然撲街到流晒血，大至玩密室逃脫都可以唔小心俾 NPC 打咗我一拳，成塊面腫晒。種種離奇嘅意外總係會時不時就發生喺我身上。所以當2年前嘅呢一場意外出現喺我身上嘅時候，我只有一個諗法，就係吓，又係我。思緒將我拉返去嗰晚龍翔道嘅嗰條濕滑公路，我同3個朋友喺個車入邊有講有笑，突然之間車身猛力一滑，失控撞向右邊嘅石壆。喺嗰2秒入邊，成個世界好似拍戲咁變咗做慢鏡，我感覺自己成個人被拋起之後，個頭嗡嘅一聲，同埋所有玻璃碎散落咗喺我成個背脊嘅刺痛。當時居然係離奇咁鎮定，仲講咗句好似除咗少少皮外傷之外都冇咩事。點知返到屋企先至係最恐怖嘅開始。當我一坐低，瘋狂嘅嘔心同埋劇痛，我憑住我最後嘅求生意欲打咗條999。眼前一黑，當我醒返有意識嘅嗰陣，已經係瞓咗喺醫院張床度，只係得返一個念頭：今次撲街了。真正嘅恐懼並唔係撞車被宣布腦出血嘅嗰刻，而係住院嘅嗰半個月慢慢滲出嚟嘅無助。每一日對住醫院純白色嘅天花板，聽住啲儀器嘟嘟不斷咁樣回帶緊撞車嘅前一秒，不斷喺度諗緊，如果架車尾多咗少少會點解成架車4個人得我一個有事？嗰種後怕同埋無力感靜靜雞咁樣纏繞住咗我成年。去到最後，我真係患上咗 PTSD。我每次一坐車，隻手都會不自覺咁樣揸實安全帶。之後喺長達1年嘅康復路途上面，我都要不停每一日重複咁同頭痛、頭暈、失憶、會嘔等等嘅呢啲後遺症去搏鬥。但係好奇怪嘅係，慢慢，我開始唔會再問點解又係我，次次都係我，反而會諗嘅係，既然我成世人都係咁黑仔，而今次大難不死，係咪連個天都覺得我未玩完呢？唔知你有冇睇過一套戲，聽過我命由我不由天？自從發生完呢一次車禍之後，我學識咗同呢一個成日出錯、發生意外嘅自己和解。其實人生本來就係充滿住大大小小嘅失控，分別就係在於到底你係選擇喺度抱怨，定係接受之後繼續勇敢咁行落去。今次嘅經歷先至令我更加相信，正係因為咁樣，我嘅人生先會比其他人更加充實同埋特別，而成就咗一個咁樂觀、咁與眾不同嘅黃子桓。